小小浪花轻天水，向往向我心飞飞，也无了虚情分梅花相思不来。我们走吧。来人，把自己往哪走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点！不能拿，不能拿走！我的女儿，不能拿走！不能拿走！谁也许想拿走我的根女？不能拿走！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你们太不讲道理了！你放手！我不放手！放手！接我打！自首！不许当人！少爷，你看，下了眼的，谁要你来多管闲事啊？严太爷的少爷，你省什么？考上作弊，不是你丁大玉吗？嗯？你是谁？我叫吕梦泽。吕梦泽，这个吕梦泽又怎么样？哎，你是原官的儿子，他是杭州府通判老爷李贵堂的儿子，你生气的啥？我们吕家长都姓吕，三多哥是我的左兄，你为什么要得他的根女？哎，我游山过来，他当死了我的狼狗，不赔钱就赔女嘛。三多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孟真兄弟，今日一早我上山看债回来，唉。少爷，对不起啊！什么？对不起就算了，来人，叫他停下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我已经被不是了，你们啥？我们少爷被你碰上了。做少爷子真会碰上人的，你们真是不讲理嘛！还是我不讲理。上！出事！孟真兄弟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乡亲们可以作证吗？我们亲眼看见，我们亲眼小姐。真话，是真话。丁大玉，是你错了。我，丁大玉，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父亲，按照大宋法典，我劝要人揭弊无罪，重拳英雄伤人者有罪。该是你赔上三多哥的养伤银子。他奶奶的，要你来做清官吗？他这个清官做得好，做得对。吴老夫子，吴老夫子，你父亲请我看看你的文章，呃，做得狗屁不通。你不好好在家读书，下乡来欺负农民，真是该打！给他！快点！外公，孟真，你考中了对名秀才，地保已经到你家报过喜了，赶快回去看看母亲。哎，孟真兄弟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三多哥，快点自上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娘在等我。哎，李总，走。哎，外公，走。
夫人，你这地步买了32两银子，交官人生吃俭用，餐餐阳春面，我们总共花了8两银子。这样，句子好吗？真是有其母，必有其子。外公，洪珍啊，你父亲现在做了杭州府的统判，每年只计为200两养家银子，太亏待你们母子啦，真不像话。爹，不要提他了，我们娘儿俩日子也过得不错。孟真，跟娘做鸡去。做鸡做什么？混在你心中许代相公吗？母亲，我不要。哎，外公教了你这么多年书，如今你中了秀才，要不要答谢你外公啊？要的要的，外公要的要的。啊，怎么就我吃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外公，你去干什么？喏，外公，你慢点走。爹，你慢点走。外公，慢点走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爹，你多吃点。外公，你慢慢喝。你们吃慢孟点真，来，我去。来，你也坐下。哎，好酒，好酒。孟真啊，你中了秀才了，该陪伴你母亲到杭州去一家团圆啦。母亲，你说好吗？可我舍不得离开你外公啊。哎，你不要管我，归档在外为官8年了，你放心得下吗？哎，曲英啊，你夫妻在荒年的结婚姻，好女儿不应归堂穷书生，只要他安心读书，能勤奋，多少年积资还落孤光。
梦真执笔有力，书法不错啊！爹，你又在外面过夜了？举子们结随，每月慰问一次，聚餐喝酒。爹呀，就在文玉家中睡了。爹，小心母亲生你的气。抱歉，抱歉啊！儿子啊，今你出个上联啊，畅饮3杯酒，对得上吗？精通万卷书。哦，好，不愧为大日子女归堂的儿子啊，儿子。文玉推我。
存在不求你，不求因依靠这张这不进。呸！你怎敢骂我胡子气？金榜不难把命题，胸中怒火按不止，离家出走往外飞。梦真不哭，不哭啊！不哭。母亲，你太委屈了。对，你们明天就动身。我应该到杭州找他去。要小心啊！啊！醒醒啊！上车吧。爹，你要多保你重。放心吧，快，拜托你们，放心吧。快上车吧，上车去吧，照顾好母亲。小心啊！吕总，你的行李单呢？啊！玉成，夫人，我去接位迎宾。母亲，我也去追。我在同宽府等你们。扎人！吕总，快！扎人！抓住他！玉成，抓住他！这位大姐，多余啊！哎，那快进我吧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外面风大，快进我吧，没有关系的。来，来，进来吧。哎呀，好大的雨！大姐，不用客气啊，随便说。好。
位大姐，来，好碗热茶啊，谢谢。暖暖身子。你就是宋少吧？哎，是啊，我们宋家包办宴席，同判府李老爷就经常办鱼羹宴请客的。宋少鱼羹贵吗？以前啊，普通鱼羹小吃30文钱一碗，那不贵呀。可同判府办的是海鲜鱼羹，宫廷宴席，李老爷请吃客，至少要花200两银子嘞。什么？要花200两银子？你在说话呀？莹莹啊，这位大姐碰上下雨了，在这里躲雨。哎，大姐，你不像是本地人哎。我是从吕通判的家乡吕家庄来的。哦，远道而来。瞧瞧瞧，我们对同判府太熟悉啦。你认识李尼姑吗？认识。他跟在主人出来时才15岁，现在23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知道你是谁啦。啊？你是李尼姑的姐姐，我猜的对不对？猜对了吧？妈，李尼姑说起她姐姐要到杭州来探亲，太巧了，就是她。妈，李尼姑的姐姐来了，你要招待的客气点嘛。知道知道。呀，心里就知道有个李尼姑。大姐，你走，我去烧点心去。不，我该走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同判府在哪里吧？初次到杭州是有点迷路了。莹莹，我们陪大姐上同判府去，顺便问问小夫人，明天是不是设宴请客？小夫人？哪个小夫人？你不知道了吧？吕老爷前年娶的小夫人是杭州有名的歌妓梅艳芬。那个人要里要气，我就看不惯。妈，哦？哎呀，你这小孩子，就你嘟嘴。哎呦，天晴了，拿好东西，我们走。你这个讨饭鬼，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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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饭鬼，走开！哎呦，打死你！哎呀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这个讨饭鬼，滚顶上我！我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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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这是同判府，不是你的家。同判府怎么了？我是同判府的管家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呦，我现在打。管家妈妈，小夫人叫你快去。什么？小夫人叫你？死丫头，回来再跟你算账。这些东西我不喜欢，叫我拿出去。来啦来啦，哦来啦来啦，哦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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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谁让小夫人不高兴了啊？哎呀，这些碎事我都不中意嘛。哦，别急别急，你的碎事我尽力保管得好好的。喏，你看这个信吗？这是刘大屋子送的。哎，要这300两银子呢，来我与你带上，带上，过来。这是李志远送的，快穿上。要这200两银子呢，来，带上，带上。大姐，这是王员外送的，这是
是李老爷送的。盛风喜事金人双，三老爷官场来往应承忙，送在金宫封仪式，迎来公公王四郎，喜子我上与瓦房，大摆宴席笑来唱，明朝时差海棠去，要观赏海宁观赏，好风光开杯酒，小夫人要出门了。小夫人，请问同判老爷是不是明天设宴请客啊？你的宋少雨根都去你了，明天不在府里请客。小夫人，请你禀报老爷，咱李尼兄弟啊，快回来一趟，他的姐姐啊，从乡下来了。大姐啊，来，快接过小夫人。吕尼要侍儿老爷，快扶小夫人上桥，快！小夫人上桥喽！你快！算了，大姐，你看李尼不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要紧，我倒是长了不少见识。我们啊，到厨房找醉妈，吃了饭再说嘛，啊？这大姐，这些节都归我李姑娘，我姐姐呢？不知道。老爷让我回来看姐姐，你外面他住下了嘛？乡下人来了，住宅房，我照规矩办。哼，老爷不在家中，你聚众赌博，这算什么规矩？哪有这么了？哪怕你告诉老爷去，老娘也不怕你。来，大家再来。李姑娘，你叫我姐姐住柴房嘛？乡下人来了就要住柴房嘛，来。老爷叫我回来噶。回来又怎么样了？住柴房就住柴房嘛，我照规矩办嘛。来。李尼哥，你姐姐在这里。姐姐，是夫人。吕尼，8年不见，你长大了。夫人，李姨不知夫人驾到，累你受委屈了。哎呀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老爷没说起大夫人要来，都怪宋少稀里糊涂，我无意中得罪了大夫人，我向大夫人赔礼，可得。大家起来吧。是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宋少，夫人，你看，母亲。夫人，迎你姐回来了。小公子，吕尼，李忠大哥。哦，李你老弟啊，你长高了啊！大家听着，一起去为大夫人、小公子收拾楼房去。不麻烦你们了。吕尼，带我去老爷书房。是。吕尼，夫人，我有话问你。请夫人吩咐。我
为官可有好名声。禀夫人，老爷他到杭州后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外修海塘，内修政治，百姓们都说李通判好大喜功。夸耀胜利，莫不是常与淫会到衙门。外面是谁？是我啊！我来看看大夫人、小公子安排好没有？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你走吧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吕妮，这种人怎么混进通判府中来了？吕姑娘原在瓦子巷开设橄榄园，大前年巴结上我家老爷，12过节每年份做了老爷的小妾。吕姑娘也到府里来当了管家婆，她与杭州许多官商有交情，人家不敢向吕通判公然淫秽，就从小夫人身上大开吃亏。吕姑娘一时收取彩礼，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那个梅艳芬究竟与吕姑娘什么关系？她是吕姑娘早年当尼姑时的私生女，这婆娘至今还装模作样在小福堂念佛。菩萨保佑，乡下女人快点离开通判府。小可怜，你都看清楚了吗？夫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夫人，你来得好啊！那个坏女人把一缸清水都浇昏了，不治不行啊！啊！我知道了，老员工，最嘛，你们要照顾好这个小丫头。是，我知道。快谢谢夫人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去吧。哎，快走啊！带走。是。吕姑娘，你在府中当管家婆有多久了？3年还不到。听说府内以前只有30个丫头保证，怎么现在增添了这许多小厮丫头？自从李通判娶了小夫人之后，顶都街送来许多小厮，吕员外也送来许多丫头来。这叫有福之人神服侍嘛！啊，这许多人都归你管。哎，那你叫他们立些什么规矩？规矩？什么规矩？没有规矩。哼，没有规矩啊！哦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刘姑娘做人可是规规矩矩的啊！你们叫我统统出去！
那我呢？刘五娘，女是门风有家规，不为家规不可奈，怎能用你喝醉酒，聚众多不平钱财。有罪当你30般，叫你众人面前都难待。小主人，饶我这一回吧，饶我这一回吧啊！去吧。这里面有什么肮脏东西？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东西。把箱子打开。小夫人的箱子，我打不开。哼，不要装蒜了，也是挂在你身上，拿来。公子，你看，手里拿回，他还记下来了。夫人公子，我把他先关到柴房里去。好，起来。夫人，这，哎呀，夫人，母亲，我劝你找父亲。咦，夫人，这不是当年你给老爷的糖尿病吗？糖尿病。结果了糖尿病，心中气愤，他是个人不离别，地不离人。我比他变了地位，放了私奔。难道他居公司郎，得意忘形？何必抚养不顺人，全家自保莫离身，眼目教子成，眼向血洒江湖落怕人呐，落怕人。林妈妈，谁？林妈妈，我们来来救你了，救你了，快跑啊！哇！
谢谢，谢谢谢谢。为子壮志。好啊，好事好事好事！莫真，父亲，为伍的书法怎么样啊？当然好。奉团老爷的事，年纪三人听听啊。好，好，好。百里将义，别雷高；两年晚清无姓苗，为民造佛平生源，干一前往塞奴桃。好呀，好啊，好事，好事啊！真好事啊！请王日郎、王老大人并讲啊！对，李伯贤、李通判以实言之，他多少黑党功在千秋，自比前王学长，可谓大气磅礴。其事法嘛，得言真情善美。事事千钧。丁督监，丁督监。老夫子啊！海棠守职成功，当以李通判的墨宝刻上10倍，以记功德如何啊？太好了！我要烧他一个大杯鼎。刘大胡子啊，你们几位大寨主要出钱喽！包在我身上。好啊！多谢，好啊！派你督造黑道，责任重大。不过有大人重托，请放心吧。父亲。孟真啊，有事吗？儿还有许多话要禀告父亲，有空吗？孟真，为我还有许多公事要议，我们另找时间互致谈心吧。走，好，走。哎呦，李大人。李大人。大人。请通判大人审阅。走吧。是。是。丁督监，卑职在。清单上有数类呀。什么数类啊？看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这两笔加起来是1000两银子，内说明用途嘛。大人真是明察秋毫，告诉你吧。工部侍郎经理来，送上翡翠玛瑙压光杯，
儿他开口说好，不说坏，一声声夸你不愧栋梁才。8月16大草过，9月万雨飓风来。我虽然好大喜功用心在，也不能功亏一篑无惧畏，难保万一体坛到10万苦人谁来陪？李大人啊，大功快告成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啊！不谢，李伯先来了。来，坐。诸葛亮说：“坐。美日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下官怕的是天灾啊！天灾，天意也。同盘老爷，神的一生祸福，都是命中注定。我曾祖唐代李叔中写下一部名书，喏，我送给你一本。喏，民书。哎呀，下官对此也颇有兴趣啊！搞通了，你也会做算命先生了。老人些真爱说笑啊，还是你叫我说一说明吧。好，村民，三人我吃算过大人的生辰八字，乃是甲巳年1月丁亥日生辰时。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。甲子1亥中金，丁亥辰寅辰6寅，天干地支都奥妙，吉凶祸福定终身，大人生来通官运，贞观个真英东良辰，金岁6年岁润好，哎呀，随心照明要留神。哎呀，下官但愿的真是谁呀？别忙，让我再叫你吃算一下。同盘老爷，大吉大利呀！什么？你是此岁能人，不怕水，江中蛟龙陪你亲，10里中天江水暖，师傅来了大归神。呀！多谢老人先接下官吃了定心丸。哎，不知来的是哪一位大贵人啊？你认识王府老大人吗？王府老大人是我的恩师啊，他把我从四川提拔到杭州来的。听说王府老大人亲临江南宣武时，
不久就要到杭州来了。你说三人叫你说那真不真啊？呀！太真了，太真了！下官拜谢老人些。不敢当。不过，明书上说，什么不胜无言乎？通判老爷，还得对付隐人传饶。什么隐人传饶？隐人嘛，大约是女人吧。可能要破点财，没啥大不了。通判老爷，没有对付不了的女人嘛，是吧？好，今天我请客。好。诸位，今夜清风明月，难得雄宴聚会，请诸位干杯！好，来，请坐下，好。来，请。哦，这不是吕公子吗？啊，是我有劳进居，不敢当啊！对不起，请坐下，小儿理当进居啊。好规矩呀！几岁啦？14岁。小儿蒙正考上秀才榜首呢。好，了不起呀！吃算过李蒙真的生人不是。大富大贵命啊！别中上元。李伯贤，你算得准吗？算不准，挖掉我一双眼睛。你已经没有眼睛可挖啦！或者你就于经过，死去用餐吧。哎，列位慢用，小生高抬。好，请。来，诸位，请。好，吴俊辉呀，是老爷，瞧，拜谢，客气，老顺风，千条啊！来，哟，诸位美人，坐下。你姐姐一叫，通判老爷就讲，坐下。通判老爷，请。妙，手上有留大物子，4位是夫人，还有2位千金小姐。你们都是刘庄的主人啊，下官理当敬酒一杯，上。要喝碗大杯。碗大杯可以，你们不许错人大醉啊！哎呀，怕什么？我会带你喝的。通判老爷，滚！通判老爷，滚！哎呀！不算，再来。好了，我管把下风，
官把下风了。绅士，把他讲个笑话好不好？哎呀呀，我可从来没说过笑话呀。我说呀，把他别个媳妇吧。变媳妇，媳妇，变媳妇也好，变媳妇好。快快也变个媳妇进我们看看。哎呀，你呀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女女。女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倩倩。倩倩。倩倩，把你烂包的耳坠借我一用啊！哎，喏。这里。哎呀，你玩我耳垂，你玩我耳垂嘛？当然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经过变回来嘛？你经过变回来嘛？亲亲我这里。倩倩，你上当了，儿子被美吉吉骗去了啊！美玉呀，你们往我身上插好了。那好，请诸位美人儿百人一拜，下官明镜高悬，明察秋毫，定能找到倩倩的耳坠，藏在哪一位身上。好，大家快踩好台，踩好台！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婆婆老爷，来吧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妙啊，深深难得几回醉，同场作戏笑颜开，似花美眷。红颜想着笔文细心为，是你？我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拿倩倩的耳坠啊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不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你快点，耳垂，还是我的耳垂。哎呀，真是我的。你头发这么变稀饭，怎么在我腿上了？我的同伴老爷，你在捉弄我的儿媳，你该不该发呀？啊！你要问我什么呀？把小夫人唱一个曲子。好，对酒当歌，深深酒啊！来，大家来。哎，老爷，我唱什么呀？唱首为丈不是慢吧？啊，好。一生这江东郎。
喜断肠，万象喜断肠。李总，大夫人，那些不要的小死丫头总共多少？总共12名，都退回给他们原来的主人了。请。现在在楼下，你们几个人了？我们听从大夫人吩咐。我们听从大夫人吩咐。好。父亲。孟真的考试文章不错啊！请父亲指教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精通《论语》，需不倍用功啊！哎，孩儿既是父亲教诲。父亲。母亲良是出自旧弟弟想为你造多年子，既来自这爱子，你莫知得然而来我不知。父亲，为我那且为王言妻子，莫生事不可见外在生子。父亲，已经出事了。什么？刘姑娘捏上真相掌握，营私无比。啊！父亲，这就是刘姑娘的罪证。他母子一来就在后退，果然是引人转绕。升堂。来呀！来，当堂起风开箱。是。这些乡中贼物，可是你们死罪后门暗通关节、讨好送礼、大胆淫秽的吗？啊！你看这种哪里才去？讲啊！启禀大人，
贵妇女官家刘姑娘，大家一向熟悉。于是她说起萧夫人生日到了，我们送礼出于正经之心嘛，对不对啊？并委员会买通关节之意嘛。没有这个意思嘛？没有这个意思嘛？啊，望大人明察。送礼也不行啊！本官多次对送礼行贿者当面凶斥，你们啊！不该明知故问啊！下次不可啊！是。刘娘，哎，抬起头来。都，大胆刘娘，尽管瞒着本官，今日收礼，明日拿回，藏了这许多金银财宝，还不与我老子交代？我老实我交代。开始有人向萧夫人送礼，萧夫人说要不要告诉老爷？我说算了，门上不门下，一切由老身担待。后来送礼的越来越多，使我渐渐眼开财迷心窍。问人家说起了萧夫人的生日礼物，不但瞒过了你老爷，还瞒过了萧夫人了。什么？你连他也瞒过了？哎。可是实话，句句不假。你可知罪？老身有罪。既知有罪，为何逃走？老爷，大夫人把我关进柴房，我把他又忘到萧夫人头上，急得我只好逃走了。为何你今天又上堂了？萧夫人劝我来投案自首，只要老实交代，老爷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是我自作自受，绝不劝你别人。刘姑娘，命你府内管家，理当忠心事主，怎可忘恩为义，做出不端的事来啊！哎呀，我对不起老爷，我对不起萧夫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不许告！本官念你老实称罪，国法可免，家法难允。府中不能留你了。青莲茶水你不准，只下年帮小人团官书里，清点财物充公用，学民间真用机灵免饥寒。敬请大圣开令。今我同判老爷功成灭命！哎呀，功成灭命！功成灭命啊！同判老爷，哎呀，才将刘娘捉出府门。是，退堂。退堂。起来，醉，快醉，醉，醉，快醉。父亲秉公办案，马来人人而解了。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母亲知道也会放心了。父亲今天有时间，可以与母亲相会了。为吾在花厅等我。好，我去请母亲。孟真啊，书房在那边，你走错路了。没错，母亲不在书房，在厨房。哎。可叹我来了乡下眼内住，赶走了风川牡丹富贵途，见不像堂堂通判杭州府，哪要你小家子气官场府？来人！来了，来了。外
拜见老爷。耶，这年轻人长得躲到哪里去了？回禀老爷，大夫人说不要节压，人要警戒，就留下我们4个，其余的拿夫送来为拿夫去了。老爷，请用茶。老爷，大夫人真是大言大德啊！她一来，府里的风气变了，再也没有那种囚徒居多的乌烟瘴气的事了。老爷，大夫人亲自带队操劳家务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看，这听到就像老爷刚来的时候一样。老爷，大夫人还叫我缝补衣裳呢。老爷，吕姑娘动不动就打我，大夫人对我可好了。是啊，老爷，大夫人好了，你们有完没有完？去。是。母亲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母亲快你来了。啊！愿夫才乃作愿成，乃得妻儿一同饮，只要我亲征爱民生育好，上司那位不提升，归堂实得升官衔，将错宝马接夫人。他年夫妻总相偎，保证我人不离别，别不离身。娘子保重，被人告辞了。要听母亲话啊！知道了。走吧。路上保重。你们回去吧。娘子，我儿子，夫人。老爷，我真的回去了。
哪有这样的事？哪有这样的事？夫人啊，下官公务忙碌，过于疲劳，不知不觉在这里睡着了。哎，来，夫人啊，请随下官一杯。妾身万礼。快走！孟真啦，你也收下。哎，走。夫人啊，当年自别吕家长，千官吊人马里忙，8年分离后成王，喜得妻儿同道行。我的儿考上秀才为帮手，难为他文笔流畅是端章，方知成龙不放松，喜儿来到吾身旁，深绕须把面四方，到将来飞黄腾达有希望。谢老爷十分关切儿郎，该不该身转燕郊才高堂？当然应该，当然应该啊！要保持吕家前途好风尚，花厅上生娃之分，一本光。下官已经看到了，夫人何不事先问我一声啊？当初家中之事，你就要为妻做主，怎么如今老爷也为妻做主错了？不，夫人没有错，夫人没有错。请老爷夫人用餐去。吕总，吩咐将酒宴摆到花厅上来。老爷，我们3个人家常便饭，就到小饭厅去吃吧。好吧，请。老爷，名菜来了。什么？松烧鱼干。前天松烧来了，夫人向他约的烹调，请老爷品尝。这是宋少以前摆摊儿卖的鱼缸，这是30文钱一碗嘛。老爷，你当年吃的松烧鱼羹不就是这个吗？怎么现在叫不起了？口味变了吗？不，下官还是喜欢吃的。那就请老爷用餐。夫人请坐。孟真啊，坐下吃饭。哎。不错，
不错，有劳夫人亲手做的饭菜啊。不用客气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呀，你就多吃一点。好好。吃了饭到书房喝茶叙话。哦，好，好。夫人啊，关于什么话要说吗？老爷，我与你彼此容易，见此难，诉尽城中心事气波澜。今复来，好话十次宣人言，今天华堂开门单，一步是云多山满，剧中多风负作难。历史家风难用人，爱君子马要查判，查出赃文莫相归，强原来来无恙。但他光辉十里社会，微风吹来门不关。数天来，女心匆匆难随，只恐他传到江心不能难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下官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夫人，昨昼姑娘子营外，才话通风有清淡，灵应镜子当堂宽，下官责罚从此散。老爷，是谁做圣人，谁离谁婚？阮姑娘只是一个公安官而已。你误会了。下官那妾美是女，闻人不为啥麻烦？姑娘有罪他无罪，判案一定不许犯。趁你知了家生完，草草了案太简单。老爷是否决心给小子一万难上难？夫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老爷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曲英，你对我不应该勉力长征，话中有话哦。鬼大，你对我不应该讳疾忌医，隐瞒真相。
我身为四品罪官，那个小妾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一刀片砸把柄，名为正等加俸，实为正负其错。把柄不压不传人，传家之宝莫离身，言不教子成言香，血洒江湖落怕人呐，落怕人。老队，快去吩咐猛公为老爷备酒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快去吩咐猛公为老爷备酒。啊，老爷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吩咐猛公是老爷要用酒，听清楚了吗？哦，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吩咐猛公，老爷要睡觉。你这个老糊涂！老爷，你不要走。老爷，大夫人叫你。这句话你倒是听清楚了啊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大夫人说话就清楚，老爷说话就糊涂嘛。你这个老糊涂！老爷，生我的气了。啊？美玉。夫妻分别8年，今日重逢，免得不愉快。我们不提吕姑娘的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用为妻从事一礼。夫人，下官也有一礼。我不能进，他能进。他不能进，不能进。我要对他有耐心，不怕他不耐心。贵堂，
这小小园林倒也十分精致啊！江南园林妙在确实有致啊！平台花木小园林，深故乡，郁郁葱葱四三情。在山的人儿外园子，书声朗朗，卷水清。那是你四书经同不卷，你帮我放下这部忙不停。那一年金榜题名非容易，我将为官北路远，心不平。到后来弟弟见你恩师心，家许你十川为官越亲密。多年之里渡江沿，借名借故早在近，恩师传语家乡邻营，升了杭州城我心啊！是吗？秋英啊，看来我的光荣不错。如今恩师出任江南宣抚使，不久就要到杭州来了。哦，太好了！以前你恩师在欣赏时，他很高兴看到你身上佩戴的东西。佩戴？我佩戴什么呀？就是分别那天，为妻见你系在腰带上的白牛鞭。哦，对，是有一个白玉鞭，上面刻着恩师祝福你的四句真言。是啊，是有四句真言。那四句真言，你还记得吗？乃是圣人所教：傲不可长，悦不可终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切。对，那时候，恩师说你在四川观泽水校，谦虚谨分，清心寡欲，廉洁简朴，真正做到以事正事理，生不离弊，弊不离人啊！老爷，贵大，那个白牛鞭，你还带在身上吗？啊！哎呀，
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啊？要是对了，为妻请你找回来好吗？好，那当然好了。老爷，小小牛逼几多重，要找回前途律师好家风。从来是遇见实生容易，遇实凡间不轻松，须怪我今得福来快引动，并自身挖上先锋，莫叫牛逼无言声，但愿你一生清淡见光听秋音，语重心长，诉情衷。真是我为难，何去何从？老爷，总算我举棋不定，心要动，要珍惜夫妻父子从相逢。秋英，老爷，小鸡小鸭买回来了。哎呀，喏，可以养到竹林子那边去啊。好好。哎，那我们去了啊。老爷，过几天我叫吕总去买个直播机来，好吗？嗯，好啊，好啊。这是你以前写的文章诗稿，我把它装订好了。很有保利价值。这是3年前为你缝的2套短衫裤，还是带来了，穿不穿与你。3年前，下官本想把你们母子接到杭州来的，可你娶小妾，改变主意了。
实在惭愧呀！到馆来饮酒，只不过是官场应酬，下官私心酒量不错，可那天晚上还是醉倒了。我怀疑呀，是刘姑娘在酒里放了药。结果嘛，莫以成舟。是刘大胡子出钱，我把每一份取进府来，每次写家书，我总没有勇气告诉你呀。每年寄2百两养家银子，不给你办一座酒席呢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现在你来了，今儿什么也瞒不了你了。你说得对，有钱实易，有时翻钱难呐。哎，惭愧啊！哎，下官这几年啊，渐渐转了煞风，捡得有亏，忘了恩师师真之间了。哎，这是你真心话。不假，今后还请夫人多多约束下官。哎，你现在是堂堂罪官，哪里为受为妻管束？你不信啊？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在家中滴酒不饮。当真滴酒不饮？哎呀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老爷，老爷，启禀通判老爷，定都监派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啊。知道了，你睡吧。是。老爷，出了什么事？夫人有所不知，下官修这黑道，本来以工代赈，多用乡民出来，可那定都监包揽工人，指挥不下，一见千名万人强迫老狱。可是工地太大，帮办不严，这夜他从楼上黑道倒台。2名大盗趁机逃脱，专门杀人抢劫，连伤7名。那刘璋一旦十分危险啊！刘璋，此案责任重大，看来下官不得不去了。什么时候去？我和刘姨快马加鞭，现在就去。与你陪马。夫人，有事吗？老爷，捕捉强盗乃是定都监的责任，害人地方上的责任。老爷，何必现在就去？哎呀，可那吕庄危险！吕庄危险，与老爷何关呢？啊，生命关天，真是没有相关。老爷啊，老爷，你我分别8年，今日再得相见。你怎能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呢？夫人啊，下官快马加鞭，当夜回来好吗？你真能当夜回来吗？嗨，当夜回来还不容易吗？可你喝了酒，就回不来了。哎呀，我说过滴酒不饮了。老爷。你我夫妻从相偎，各自是心万事悲。上门不见夫君在，左等右等你不来，倒相为
话不投机生无情，我只能逆来承受心不悔。你层层见得迂回愿悔改，我以为夫妻从此不分开，可是你来得艰难，去得快，一马心愿难关围，却因我自语一心，希望在就看你今夜回来，哦，回来。杀得太严重了，我发誓，此去滴酒不饮，当夜一定回来。我真不想让你走。哎呀，秋英，你是女中丈夫，今天怎么婆婆妈妈了？我走了，走。哎，李妮，夫人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是谁来在旅长报罪吗？哦，是梅艳芬。哎呀，我的好老爷，别生气嘛！你们胡闹！什么杀人、抢劫、敛伤、窃名，都是假的。倒他两个外甥是真的吗？呸！哪来大盗杀人王？快马加鞭到刘庄，一场虚惊无危险。定都监谎报军情太荒唐。天差地起风浪，我的娘，谁苦谁难关在房，害得他无里无途做车夫，害得我后边有脸拉在来装，怕只怕同官府不在手里我，怕只怕他夫人威风是虎狼，怕只怕欢乐时光不再遇，怕只怕落泪江湖
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老爷，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？我委屈不到一天，你就胆大狂为，不择手段，难道要我悬在你的身上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吴曲英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吕蒙正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光想要我跟他们断亲亲义，岂有此理！好啦好啦，老爷一路上辛苦了，来，喝杯酒消消气。我不喝。要喝的要喝的，我拿酒去啊。请我盛饭来。是。快点，吃了饭，今夜我就要回去。我不许你回去。你管得着吗？你呀，老爷有难处，他是要回去，就让他回去呗啊！老爷，我在公堂之上扮演的角色还可以吗？你们给我添的麻烦也够多的了。真对不起老爷，有句话，老身不敢说。什么？要是大夫人不来，我们好好儿的，什么麻烦也没有。不说啦，来，老爷喝两小杯怎么样？对对对，少喝点，解解闷气。老爷，该为夫了。你来做什么？赵老爷，老爷不用你手。老爷已经把你逐出府门，你来做什么？这里是刘庄，老娘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你叫我走开！你吵吵闹闹做什么呀？老爷，该为夫了。老爷，老爷说不委屈了，你嘴巴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们该为夫了。老爷，你可以为夫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想死。我不许你胡说。老爷，我是认真的。
我来多少痴心女子，为了报答自己，殉情而死。千古艰难为一时，伤心且得谢夫人。况且下官待你不薄，你无伤心可言，与我开什么玩笑？老爷只因结发之气，亲身自知。吕氏家风这么严，我没有法子和你们一块儿过日子。我想，我迟早会被老爷抛弃的。你，还不是早点死？老爷，我跳下去了。你去跳呀！你去跳呀！跳呀！哎，回来！哎，你叫我回来！回来！你叫我回来呀！哎，哎，先生以为小妾平静时候啊，是夫人养有惊恐而起，惊则气乱，伤妇心也；恐则气下，伤妇胆也。你即为杨勇，开仓行礼，有事莫约。你用写信问丹法辞之。好，好啊。谢幕三帖，可能略解也要啊。先生艺术高明啊！大人，务必施如夫人，莫涉失宠之干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告辞，告辞了。老爷，人钱用光了。啊？真是人钱没有了？老爷的俸禄半年就花光了，老身掌管的钱财又被老爷充公了。老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呀。别说了，你去向吕大屋子借300-500两银子来再说。老爷，老身不敢去。为什么？那天在公堂之上，老爷警告过官杀们，不要与老身有人钱来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自己去。老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府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哼，可你这么办？老神仙，来，老神仙，下啊！怎么说？这几天吕大屋子是有意回避我了？大人啊，末将是大人的幸福。说老实话，大家都不太干净，害怕大人立着面孔要走清官，一个个都得倒霉呀！老丁，可我也算不得十分干净呀。好了，被此心照不宣。可我今晚该怎么办呢？大人要走清官，末将不好说呀。你，老神仙，是为家官解决难题呀。老神仙，你快说呀！三人以为，大人难在区内呀。区内？
难道我怕老婆？不是怕老婆，你怎么一下子那么娇困啊？大人，你现在用脚称棍，而你夫人用脚上棍。明史上说，上棍见棍，后腕八段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们夫妻必须分开10年，放口大院，才能大吉大利，这是命中注定啊！我也没叫他来，是他自己要来的。嘿，他一来，你就乱套了，不是？哎呀！他一来，归府一片寒沉香。他一来，18官位就不香。他一来，朋友不管把门上。他一来，没人疙瘩要头奖。你本来为心高，运气响，却不可捉奸是谋，千是良。本仙说的对，大人，万是让大夫人委屈出来了。委屈？不可能！便是留在杭州，天日出头副做主，你什么也不要听他。哎呀，我担心的是江南宣武是王府恩师大人要到杭州来，就怕后院起火，他告我的上啊！哎呀，那可不好办呐！老神仙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别急，别急，我想想办法。办法有了，2个字啊？哪2个字？远近，远近，远近。怎么远近？像王爷娘娘当着冷宫一样，不与外人接触，把他滚起来！啊！夫人，你是怎么办啊？绿妮，你不要哭，夫人听得起。来，快，摆在这里。来，摆在这一边。哎，好。快一点，统统要摆成原来的样子。哎，是。老爷，你看看，这才像个富贵人家的样子嘛。喏，接你平饭了。好啊，叫我带到小房堂去。是，去吧。老爷，我一定替你保管好小金库。哎，可要小心那位乡下夫人，她是不会算把滚袖的。现在东西2院隔开，他到不了这里。下官要去与他对话。恐怕他不会听你。现在我失了算，他不听也得听。
来人，来人啊！老爷，什么事啊？是哪个大胆把我夫人锁在里面了？哦，老爷，这位大夫人啊，你管不住她，她醉了。什么？是你把她放醉掉？老爷，你还没有回来，大夫人带着小公子李忠已经回老家去了。啊！喏，这是他留下的书信。你对大夫人太狠心了！啊？啊？你是什么？夫人、公子，你看谁来了？在这里。最好，小心，最好。夫人，嫂嫂，夫人，公子啊，罪状已经替你们顾好了。哎，万好。总算是关上你们了，嫂嫂，多谢你的热心帮助啊！这都是李丽啊对你的一片忠心，她一定要顾传送你，怕你来为了圣旨。是。
真想不到，这李通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不要死了！我担心吕妮今后的日子不好过，要你母女多加关照。你放心吧。那我还用说？妈，你说呀？哦，好，夫人，我想求夫人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没有儿子，想找李妮啊做女婿，求夫人做个媒证。好啊，吕妮是我收留的可孩子，我应该做主。莹莹，接你个信吧。谢谢夫人。起来，起来。吕妮，你是江南宣抚使王福老大人现在苏州？是的，是我亲耳听见，千真万确。孟正，母亲，吕总，夫人，上座，去苏州。何必无恙不传人？传家之宝莫离身，言不教之臣言相，血洒江湖落怕人呐，落怕人。给你，谢谢东坡老爷，谢谢东坡老爷。今天我把这3000亩土地批给你吕大屋子，本官可是要承担责任的。谈天有你常人定，我的东坡老爷有我的好处，也有你的好处啊。说话不要太直气。我吕大屋子本来就是家财万贯，胸无颠簸嘛。你呀，大人，当地老农说9月飓风马上就要到了。啊，老人些怎么看法？李本县拨了一卦，上上大吉，姜太公在此，不无荆棘呀。啊，这样说来，本官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对。哎，小夫人在花町做生日，两位可要去喝上一杯啊？谢谢。今天可就不奉陪了啊。过几天江南宣抚使到航，下官正好请恩师大人传谕接杯庆典。下官明白。那我也告辞了。好。
来。托梦老爷，今天是小夫人生日，你来治疗，我3杯怎么样？好好。好，我最骂过管头管家不让老爷喝酒的人。老爷，我陪你喝3杯。好。对，你们2位喝2杯。我3杯。诸位妹子，再过3、5天，我的恩师大人到杭州，下官规规矩矩，不食烟，不喝酒。今天嘛，不怕和他个酩酊大醉。来，大家进去，来，一个一个来。请，请。老爷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有要事禀报老爷。有事情告诉我。你耍老气，闪开！老娘就是不让。你走开！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，你管什么？你不能进去。外面吵什么？快去！小心，老爷，小心！一直要紧，我哪里挡你了？你喂，你不许吵闹！你变了！对，你这小子变了！老爷，我没有变呀！不许顶嘴！不许顶嘴！那个大夫人委屈了，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委屈了。我是该委屈了，可是我要是禀告老爷啊！老爷不要听，你滚！该滚的是你们！老爷，你听着，江南宣武寺王府老大人已经到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王府老大人已经到了。老爷，快起来！老爷，起来！恩师来了，我得快去拜会。快走吧，快起来！快去！快走吧，快去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许多生日礼物我还没收拾好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快！在苏州为求姻，安北苏窗，听罢了和平事，怒满胸膛，不精通地方上应来送往提前到杭州府，十登堂。来呀，在，为何不见吕贵党出来见我？老大人，他来了。老爷，起来，我来扶你。老爷，去吧，走吧。
卑职吕贵堂，参见恩师大人，宁接来旨，外望恕罪。起来，一旁坐下。谢恩师大人。他是谁呀？他是卑职小姐梅艳芬。你那吴氏夫人不是到杭州来了吗？是啊。为何不来见我呢？卫兵恩师，他回吕家庄去了。你没有跟他说起，即你们指婚的老王府要到杭州来了吗？这卑职实在太忙，忘记跟他说起了。你在忙些什么？卑职忙于修这黑道，等候恩师大人到来，亲临接备钦点。你得为自己好大喜功，储备立传喽。卑职不管啊！哼！以老夫看来，你忙的是神居夫人。你这样举起勋人，你不觉得失礼吗？请恩师恕罪，都是这个小妾不好，周生日要我阿居，卑职不该团杯。这一次又收了多少生日礼物？卫兵恩师，这些小事，卑职从来不加过问。你就不怕后院起火吗？卑职督促下人后出小心，后院是不会起火的啊。王老大人，启禀王老大人，曲英二次虽查出这账目箱，其中确有罪证。这不是后院起火了吗？打开箱盖一块。是。吕贵堂，你可知罪吗？插住！是。起来。卫兵恩师，这些东西全是官家吕五娘的。就是这个吕五娘，算是接受礼物，望着本官无作非为啊！吕五娘，看来你是调怒其子，死水葬人，败坏通判名声。来呀！将他带回营院，念此记载。是。大老爷，请大老爷，冤枉啊，冤枉！大老爷，冤枉啊！好，你先说说，你有什么冤枉？青天大老爷，这些财宝都是李通破的小金库，小无人孤弱有才，也是我民手里手会，替主人保管的呀，大老爷。恩师大人，不要听信他的谎言，我也是水平上当了。小姐可以作证。都是雷五娘的责任，与老爷没有想过。啊！你也这么说？你就认罪了吧？你怕受传老弟，你就认罪；你怕受到重举，你就认罪。吕五娘，你当真说谎不成？不，枉是枉了。手头王传大家事，我要揭发。你揭发什么？王四郎奸诈海棠不顾管，他们向王四郎淫秽千金。恐怕你拿不出凭据。李通破袭击吕大爷上3000亩土地，
刚才我还看见过凭据，叶商送给他什么好处？送金、送银、送花园，我还出钱接他去骗王。他去骗王是你的阴谋？不，是吕大五子马通李伯贤接他说明，说民众指定他与原配夫人要分居10年，所以他把大夫人一脚踢开。王老大人有去意，先走一步了。去意？你玩有什么话要说？王老大人，南方大人年生人，吕归堂是官堕落，是我原因。他是故长儿充公极贫困，又遭了到这花不是不是真。原来他旁途侥幸新命运，只落得官做团长王大人，心痛难忍。自立恩公侧夫去。哦，叶七，娘子，你不要走，我可没抛弃你啊，娘子。我把你这妇女之身看得红毛青。大人，大人啊，大人，贵党可是糟糠之妻不下当，我并没抛弃他呀。哼，他可是结局把你抛弃了。贵党，你毁了自己的前程呐！爷爷，哎，春娃，我的好孙女儿。爷爷，孟真姑说他和他母亲要回吕家庄去了。对，他们母子应该回去，让孟真安心读书啊。春娃，这个吕孟真啊，和他父亲大不一样，聪明才智，神魄大度，有他严谋教导，将来必成大器。爷爷非常喜欢他。对，我也非常喜欢他。什么？你也非常喜欢他？哎呀，爷爷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爷爷，恩公，却因母子来向恩公告别了。却言路上不算够用了吗？多谢恩公承认，路上足够使用了。哦，这封书信交给你父亲，我要求老师兄帮助严的女儿一同培养孟真，别的就不要去想他啊。请遵恩公吩咐。孟真姑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快说。孟真恳求王公老大人接受被以领别正业，作为属于子民。却言，你那朋友别还在吗？在。恩公，
孟真，这白鸟壁上刻的四句真言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昂不可长，勇不可纵，智不可冒，龙不可惊。对，这真言未能在你父亲身上生效，如今把宝贝传给你，便是最好的临别真言。是。喂，你是管什么的啊？三人锒铛将武，算命卜卦。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这里是吕家庄。吕家庄，此间风水甚好，乃长隆卧虎之地呀。有人做官吗？有呀，10多年前出了个吕贵堂，官还做得不小呢。可是他换装王法，发配流放，说起来丢尽了吕家庄的脸。何谁？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呀。可是大哥啊，这样的风水宝地，本来应该出好官的呀。怎么不出好官？吕蒙正，吕蒙正，6年前吕蒙正得中头名状元。他中状元了，他中状元了。我族中弟兄得中状元，高兴的是我，你高兴什么？经我算准了，经我算准了，我怎么不可以高兴呢？请问大哥，那吕蒙正家中还有什么人吗？有个大严大德的母亲，早就被他儿子劫去住了。大哥，吕蒙正在什么地方做官啊？不知道。流放归来，心惆怅。不管他进吕家庄，相认相逢不相识，彼此妻儿在何方？在思乡有面目去寻访，独余生浪迹天涯，路茫茫。
妍妍，是不是这里呀？我去问问。好。喂，门上有人吗？你找谁呀？是李忠大哥，李忠大哥，李忠大哥啊！你是李兄弟啊！大哥，你想得我好苦啊！好，你是宋莹莹的，见过一面我忘了。可我一眼看出来你是李忠大哥。哦，你们怎么到京都来了？京都张员来聘请我们来烹调宋少鱼跟叶。昨天刚到，今天我们就当天到尚书府来拜访夫人了。哎，她是户部尚书的母亲，应该叫太夫人了。哎，来，快进去！快进去！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老弟啊，这也不见了。最好啊！夫人，太夫人，李姨看你来了。太夫人，宋莹莹看你来了。她不是太夫人，是张员公的少夫人啊！拜见少夫人。不要客气，伯母经常提起你们。吕妮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叫王春华。哦，你是王老大人生女千金。伯母出资在镇暖修建一座养老院，专门收养无子女的贫苦鳏寡老人。他去看看，快要回来了。不要紧，我们等他。你儿子吗？有个女儿10岁啦，与她外婆一起过。少夫人，你呢？有2个男孩，都6岁了。有郑外公在御花园教他们读书啊！带我们去看看。哎，老太公教书的日月是不能惊动他的呀！去吧，去看看吧。到小李家老大回。少小李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遇不相识。儿童相遇不相识。笑问客从何时来？笑问客从何时来？郑外公，少小李家老大回来了，老儿到哪里去了？老儿？圣人初到京都，帅名不挂。826年，夜必有终，10分灵年呐！帅名了，帅名不挂。826年10分灵年。指教。是。说明不挂，先生说明吧，说明了。去。太夫人，请。
堂堂到京城，为的是上书英语清净才，我面用他落叶要归根。迎接伯母为夫，路上辛苦了。妍希，孟真要找之人，我接他找到了。伯母指的是谁？走，我们找老外公去。哎，好巧，好巧。好吃就多吃点啊！吕妮、莹莹，太夫人，向太夫人请安。免了，免了。见到你们啊，真高兴。你娘好吗？好，一切都好。好。这就好了。奶奶，一起来吃莲子粥啊！莹莹带来的西湖莲子，就我们煮着吃，这个味道，哈哈哈哈哈，好极了。奶奶，一起来吃吧。好，好。妍希，带他们去玩吧。哎，来，走吧。小兰，在。你到后院门去守候。是。秋英，像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啊，吕妮、莹莹，不要走。爹，路上发现一个算命的走江湖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他。是鬼的。对。哎，看来你想水绿他。准备跟他见面吗？绝不。你家主人是做官的吧？他做什么官啊？你家主人多大年龄了？他姓什么呀？哎呀，问你什么都摇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主人吩咐过，什么也不能告诉你。你不是三人也算得出来？哎，怎么还没有到啊？腹中空空，我的难受啊！到了，前面就是。啊，这。你请坐。哦。太夫人，算命先生到了。算命先生，你怎么啦？腹中藏空症期，有些不好受啊。你等等，太夫人，先生肚子饿啦。喂，这位大姐是谁呀？不知道。算命先生，吃点心。谢大姐。哟，好吃，道地的西湖莲子。你倒是个吃客嘛！当初啊，我在杭州的时候，吃碗莲子粥，喝着桃子。嗨，现在啊，不必从前喽。进不如西，大约你的命不好吧？别理他了，开始算命吧。好吧。请问大姐，要为贵妇何人算命啊？我家太夫人说要算一个男命。女命闻名无间，男命闻名一两。
算得准民警加倍。谢谢。所算难民身在何处啊？追山多年，下落不明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三人一算便知。请问难民贵庚啊？刚好46岁。46岁，乃是甲子年所生，哪一月？10月。10月，乃是1月，哪一日？10月初3。10月初3，初3乃是丁亥日。什么时辰4更天寅时。甲子年1月丁亥日辰寅时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吓了我一大跳。请问难民是非姓吕？你说呀？你家太夫人是非姓吴？你说呀？你说呀？算到难民心却惊，今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13多年，不知是何话分明日，一家寡若两离分。自从我大自蒙正高中不与我转心房，到今晨，谁知家根必残稳，怪我率命进辕门，打破天眼无灭处，无心空道有心灵神，是谁召唤无疑问，我含羞待会，难逃腾。我不作勇气往里闯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娘子，求言气啊！少是我不仁不义的违心人啊！娘啊！岳父大人，不许你妄许相称。老夫子，起来。是。来人呐！在。拿去烧料。是。你以为长车这副可怜相，却因为是你丈夫吗？不可能！走，跟我更衣去。一生尽忠使命。
母亲。孟真，听阎先生连日来，你心中有事，夜不能眠。这夫人，你都与母亲说了？为妻为之坚强，还是老爷与婆母说的好。母亲，孟真这官司，也许为娘能替你分忧。母亲，3天之间朝堂议事，太宗皇帝心中以为天下豪情海晏，京城繁华富庶，百姓丰衣足食，胜过唐朝贞观盛世。万岁准许光禄大夫判兵所奏，为了中秋日设3000人大宴，君臣同乐。判兵问我不付国库银30万两。什么？要花30万两银子吗？你这位户部尚书有什么意见？孟真愿问母亲意见。儿啦。心中欢，怎没见？且听娘夫人之间尽一言，须夸耀太平盛世。豪情海晏，莫道罪京城繁华，百花争艳，就在那天子家下。今郊外，恰是故禾苗干枯，旱灾年，农夫们一年辛苦收成钱，有多少贫苦人家断炊烟，这都是为娘压乡亲眼见。难道是地方官员忘了天？怎能辜负生命？打开花眼，发现的钱包成的半天，30万苦银都归你尽管。但愿你意志坚定把官言，但愿你为民亲民冒万险，但愿你忠心报国，披冠立担，不怕生死，敬畏你。母亲，儿知晓。范岁他忠言逆耳，龙心大怒。孩儿我得罪朝堂好几天了，忠言进谏，何罪之有啊？生死到。王老大人，孟真，皇上已征了你的罪本，取消了3000人大宴。天子英明，皇上英明。你这个户部尚书做得好啊！朕之下听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政治户部尚书吕蒙正之叶某无事，并吕氏之家风及蒙某之身德，崇尚敬严，机智判断，教子成才，坚贞不屈，是以抚育严正，为政辅佐，表彰叶某优业教化。今金封吴氏为一品高明夫人，于是莫报进边，钦此。谢自隆恩。轻松。爷爷。孟子，等会你到后院书房看一看，你要找的人。母亲，你是我母亲找到了。你听，外面鞭炮戏乐，好不热闹啊！什么热闹也没有你的份。是不是我的儿子为父来了？你的儿子回来看你的，你叫我定心坐下来。是。不要走了。阿兵不要。